唱来，一直唱。我唱。高磊，你玩得起吗？哎，我什么时候唱过这个歌呀？不是，这是惩罚呀！不唱这个惩罚我不做。今天让你唱高磊，不做高磊。我的同学，你玩得起吗？这个我玩不起。咋路的靠，咋路的就下咋路的，你看兄弟们。没事呀，人家都带出来了你。唱。这个我不唱。你那里一只鸡给我拿我唱来。该录屏的录屏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歌特别的火嘞，自己发抖音里面，明天1、2千个点赞没有的话，真的兄弟们，这个歌特别肯定会火的，兄弟们，准备录屏，准备好了没有，兄弟们？发自己的抖音里面，艾特一下宝藏你还跟张八萝卜，兄弟们，追广告嘞。你看正当3年先把头过来耶，张把老婆东把口上先把头过来耶，宝藏你看正当3年先把头过来耶，阿克东小东把口上先把头过来耶，张把老婆东把口上先把头过来耶。兄弟们，家人们，放小吗？放小。好，放小吗？放小，兄弟们。可以，不用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开心吗？兄弟们，如果开心的话，公屏上面开心2个字。如果高磊，如果你输了，我让你干嘛？如果你等一下我不去发誓，你不行，高磊。啊，玩得起，高磊。来，如果你输了，我比这更狠的一个惩罚有啊！发过来！发誓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等一下你自己不唱说的没有啊！我呀，什么？等一下你输了的话，你要唱哦，你要唱。发过来，发过来！等一下你输了，你要唱，你人话听得见吗？唱过来！发誓！唱歌，我唱歌。发誓！唱过来！我是我让你唱什么你就唱什么。你玩得起不？那你发过来就发过来。我让你唱什么你就唱什么，你给我发誓来。唱，发誓。那你发不发？你玩不玩？那我不玩，我还会打 PK 吗？你唱不唱？我该唱的唱，不该唱的不唱。听什么该唱？听懂人话吗？人话听得懂吗？我已经开播2年多了，我该做的一直会做，不该做的不做。如果你玩得起的话，等一下唱；玩不起你就拉倒。OK。说实话。OK。马尼克来，来，就一样，闭麦，就开始票说闭嘴。家人们团结一。抖音、